大家都想做生意啊，就唔想一世打工。咁但係如果你去分析翻一啲好成功嘅生意人呢，點樣賺到百萬、千萬或者甚至幾廿億、100億呢，都會有啲共通點嘅。咁我同大家就解構下。第一樣嘢呢，其實一定要低調。我自己曾經年輕做生意都高調過，因為我仲未去理解呢個原理。咁但係後尾年紀越大呢，發覺越係要低調。因為花開得太盛咧，其實就仲易俾啲風去吹爛佢。所以其實我哋要識一個字，就係藏。當你學識個藏字嘅時候咧，你做生意係無往而不利。第二咧，一定係千祈唔好發脾氣，唔好發嬲，因為本身發脾氣發嬲咧，喺個邏輯學上邊咧，呢樣嘢係將人哋嘅錯誤咧擺咗喺自己度受。本身已經係一個冇價值嘅嘢，更何況你係去做生意或者想揾錢，我哋更加係要穩如泰山，遇到咩事都要處變不驚。第三呢，我留意到好多特別係家族生意啊，如果成功嘅夫妻檔呢，都有一啲元素嘅，就係老公盡量唔講嘢，低調去做事，老婆呢係可以出少少，可能佢活躍少少，而去做一啲交際應酬，但係重要嘅決定交翻俾老公啦。呢一個配合係幾得意嘅，老公就似係水，老婆就似係火啊！出去交際應酬同人打關係，老公咧就係做一啲重要嘅生意決定，咁咧無往而不利嘅，因為夫妻同心，其利斷金。咁第四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反而係可能係最重要嘅添，最重要嘅係揀啱自己嘅賽道啦。講就個個都係咁講啦，咁但係究竟你係咪真係曾幾何時去做生意，成日去創業蝕錢，都係因為人哋做嗰樣你就做嗰樣，即係唔係話人哋 AI 馬斯克做到咁發達你就跟住去做嘅，即係我都冇做 AI，因為我唔識，我唔懂，我唔會深入研究。咁但係我做金融嘅，我做投資嘅，咁因為呢啲係我嘅強項，咁所以我咪變咗喺自己啱或者自己中意或者自己適合嘅賽道度去發揮咯，唔係人人都可以美斯、斯朗拿度踢波踢到去世界級，然之後揾咁多錢噶嘛，咁我唔得噶嘛。可能你係彈鋼琴嘅，咁你可以做鋼琴教師啊，或者做演奏家，或者做一啲去音樂相關嘅工作啊，呢個先係你嘅賽道啊嘛。咁我係做金融股票，我係計數好叻嘅，咁所以我就中意或者我適合喺呢個賽道發揮。所以其實到最後，以上3點加埋第4點就係你唔好因為人哋做賺到錢你就去追，而係揾一啲適合自己嘅嘢去做。當你興趣變成習慣，習慣變成揾錢，揾錢變成下意識，呢個就係你人生最應該行嗰條路。